万佛百僧，명해산강 타이 태우야 측양天空模糊模样，乃神梦做英雄，强雄树下脚条，蓝蓝一条下，关心随意，插脚他，地比天条。你们两个，谁可以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？老板，这真的不是我的问题啊，这个案子是肖立祥负责的。我上礼拜已经提醒他很多次了，但是他没有放在心上。宋仁哥，上班人要提醒而家幾個案嘅提示交出時間會過嘅，然後係公時嘅很做，還起碼推前其他案嚟嘅資料準備出庭。我几时讲过这样的话？哎，你不要怪我哦。这个是你自己的案子，我怎么可能会那样说嘛？你用不会做点睁眼说瞎话，事情变到案内，影少的经验什么都强强滴滴。你现在是怎样啊？犯错还不承认，太夸张了吧？这就是你在法律系受的训练吗？那明明就有体现。不要吵了，今天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问题。听说王总他发了很大的脾气，他现在告我们事务所违约。这件事情如果不处理好的话，传出去还得了？以后不但是你的名声会被弄错，连我们事务所的名声也会被一起拖垮。我不管你们之间的问题，但是这个案子是你负责的，肖立祥，请你告诉我要如何收拾这个烂摊子。老板，我现在马上去找王总，求他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会想尽办法弥补我的失误。老板，你看他就是这个样子，你看他多不受教。你到底要我说几次？王总就出国了，请你离开好吗？我知道王总没有出国，拜托你转告他，不管要我等多久我都愿意。拜托你让我跟他见一面，我跟他好好的道歉，告诉他这个案子还可以补救，还可以挽回。拜托你啊，让我跟他见一面好不好？他不在就是不在，你到底要我说几次？请你离开。拜托你了，拜托你转告王总，我要做什么都愿意。拜托你，你放开。真没想到这里的园长他还蛮明理的。是啊，今天2个案子都顺利解决了，帮张先生成功协调到请到假，再帮杨小姐讨到加班费，我可以安心离职了。哎，庆祝我们合作成功，走啊，我请你喝饮料。我都要离职嘞，你该不会连这一点面子也不给我吧？你不用请我，你想喝什么我请你。真的假的？你要请客啊？今天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就当做是今天谢谢你帮忙。
我本来还只打算请你喝1包15块铝箔包饮料哦，那既然你开口了，我就不客气了，我要喝珍珠奶茶。我们还是去果汁吧，买无糖的现榨果汁吧。你知不知道，一般手摇饮料都是很不健康的，尤其是珍珠奶茶。你讲话怎么这么不中听啊？我不管，我就是要喝珍珠奶茶，我最喜欢珍珠奶茶了。你这番话是阻挡不了我的，我要喝珍珠奶茶。耶！哎，你知道吗？当初啊，我就在这里看盛爷他们办的劳动意识行动剧之后，才会加入劳体盟的。那时候心里还是有点在犯促科上班受到委屈，所以在听到盛爷他们说要从帮资方赚钱的身体，勇于转变为为自己劳动权益提升的身体之后，那时候心里真的觉得好激动哦。虽然在劳体盟上班时间不长，可是却有一种好熟悉的感觉，就好像我已经在那里上班了好久好久。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要问你，你真的决定要离职吗？你真的没有办法再祝福你爸妈了？嗯，我已经很努力的沟通了，既然无法再说服他们，哎，小心！不来走的梦。加下俩 Q 呀，查的是手打对外流咧，唔对，我直条教好吗？去东重教，对嘛？你讲对，那就还给你。对，安子谁？那个哥哥说不要在这里玩，他说他很凶，所以我们赶快走吧。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唔可以讲客啊，你係客家人啊。你有必要那么惊讶吗？所以你真的听得懂客家话？那你怎么总是说国语啊？因为我客家话不大好，只会听，不大会讲。那天我跟淑美姐在抗议现场说你的坏话，你不就全部都听得懂了？哎，你很贼耶！你干嘛装出一副听不懂的样子啊？其实那天你说对了，我的确是落跑了。去牧场摘牛粪，真的是我最大的极限。我当下真的认为我没有办法继续在劳体盟继续工作下去，直到我在电视上看到大家都在现场淋雨。刚才没有让你迪士尼呀？就算是这样的话，俺妹总得定两面头前供养办法。不过好歹，唔好放棄，硬係輕重來。希望俺真然做到嘅唔少嘅，老天命出無言嘅。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，而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。一陣件係按叫，我同哥哥親如透離，親好同你一起發嘅。还好吧。兄弟，什麼？之前硬我飛唔起嘅此時要目前嘅6今年，姑所真嘅青腦。佢喺老天們做些過後，才是就很看腦嘅。又潔癖，又固執，自大，
讲歹从标得算呢。不过一下发现，其实唔是一个善良的好人。古所以像冇按脑呢。那个，如果以后还是有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们可以保持联络。联络当然做得联络啊，不过係冇一定時候啦。我本來老天命一係唔俾我見到快條架，喺講喊班人都堵到，唔推人講出去叫做快條架，我就唔按見男邊個起來，因為我嘅老公醫生已經抬頭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回办公室了。我们做办公室。我们就在这里说再见。结案报告我晚一点会寄给你。为什么你不一起回去啊？哎呦，我去拿嗰種生離死別場面啊！唔是想要啲，我聽說要叫到當場，甲大家唔係用來面捱。像同我老太家講一聲，真件清什麼大家也冇會嘅照顧，安尼就好誒。愛，親愛嘅。做嘛嘅唔老眼握數啊？应该没关系。加油！你没黑，我冲。跟我落去咯。王总，王总，王总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这其实刚说的时间过了，我们在经济上还是可以挽回的。王总，拜托你了好不好？王总。老板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没有见到王总，我明天会再去一次，请王总给我们事务所一个机会。这案子不用您管了。老板，立祥，自从你进事务所到现在，我一直都很看好你，但是你给我捅了这么大的篓子，我没有办法再用你了，你去收拾东西吧。明天不要再让我看到你。老板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不想再听到你说任何一个字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有够不要脸的，抹面抹皮呗！啊，自己做错了还怪别人，一看就有这种人。这种事情要是在业界传开了，会害事务所。干嘛？装可怜了。
王八蛋！你敢打我？你不知道被我砍成谁呀？啊！这一个不是你家里背景吗？啊！你个王八蛋！你以为他们每日就来办事的？小人，我不是，当当小波，我不是呀！尤其有年纪的更要小心一点。对呀。这真的不是我的问题啊！这个案子是肖烈祥负责的，我上礼拜已经提醒他很多次了。你现在是怎样啊？犯错还不承认，太夸张了吧？这就是你在法律系受的训练吗？喂，李强哥，已經冇閒咯。我人講前半夜要離開樓梯呢。爸爸，干什么？妈妈叫你赶快回家了。喂，李強哥。喂。是要催几百次啊？没看到我在跟朋友聊天啊？爸爸，赶快回去啦！啊，叫你回去听不懂你。小孩子干嘛这样啦？哎呀，喝酒了，不要理他。谁呀你？你的儿子总有一天会长大，等他长大以后，他会记得你怎么打他，怎么骂他。到时候他会加倍奉还，你就等着报应。哎，你什么东西啊？干嘛？管教儿子关你屁事啊！啊！喝酒啦，哦，喝酒啦，干嘛这样啊？你还在这里干嘛？滚回去啊！滚啊！听不懂？看嘛该，看他情绪在位啊！俺当然没看到，连自家个阿爸都唔认识啊！他妈这种戏，像那种面皮的情，戏，俺当然来挨巴顿过都忙忙的，看见别人的样相，老爱这样事。请代志的世界穷样咩？我，你若行较凄惨，行较死哦，看眼无，俺们看唔无。没动我没有，给他们更有，给他们更有。对不起，公公。这样！哇塞！你神经病啊你！
哥，李雄哥，你用的呀？当然黑矮啊！你手上就没用暗虫啊？你失去我？已经发生一个事情。发什么个事啊？让他天发公一般去讨论退嘞。哎，没事哦。哎呦，来啦，俺分松了，也分松去哦。对不起，替我。 我准备好去迎尊。李雄哥，我小本这个变得很花后，我也太单纯了。爱你到清明，他也不会低，又不会找他背靠我。 那你利用你啊？你根本也没有做到嘛，跟莫回忆的事情啊！李雄哥，你红起来啦！红起来，你要追地方很多。李雄哥，默默伯，不好意思哦，这么晚了还麻烦你来帮忙。哎呀，不麻烦，你一个人啊也看不懂他。哎，奇怪，丽香今天怎么一个人跑去喝酒啊？我也觉得很奇怪，立翔哥平常自己不喝，也很讨厌别人喝酒。他爸发生意外之后，有一阵子变得很丧志，还乱喝酒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丽香啊，可能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？他已经好几个月的晚上连续加班。 有的时候，我早上4点钟起床运动，看到他还没睡呢。他跟我说啊，有一位前辈啊，常常的需要他帮忙，准备出庭的资料。我告诉他说啊，累了就该休息，不要太勉强自己了。他跟我说啊，趁他年轻，能拼尽量拼。唉。 简直是拼命三郎啊！我都不知道，原来他这么常加班，这么辛苦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看你就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你放心好了，今天晚上丽香啊，就由我来照顾她。那默默伯就麻烦你了。不用客气，丽香从大学开始就跟我租屋，我可没把她当外人看。 回家的路上可要小心啊！啊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慢慢走啊。雅玲，莫讲俺莫关心，伢条路寻到娘的啊？啊，俺莫叫你的意思。 唔可以帶結叫就帶結叫，哈！捱啲啦，捱等你做去尋條路啊。不過唔點用誒，按叫條路懂難尋呢。王閨蜜，真嚟啊！捱真嚟失報嘛？捱有條菜本失報誒。 用阿呀張嘴，根本伊唔免啲乜嘅民所買清明你還。做嘛計講遐件事啊，講嘅唔會行較艱苦咩？行做的啦，根本伊靠些捱清明你上班啊，很好啦，很拜阿爸妹唔是講笑誒，捱妹唔是因為喜歡講嘅，
起初唔得，等伊请假口才有出去的。歹势啊，亚玲，难定落牙不卡呆，牙下本快做。哎哟，歹势乜嘅啦，反正一下结结就好啊。田公英，唔会去你上小嘅站面试么？唔会啦，也不去。田公面试哦，莫有压力啦。阿玲讲哦，你也差咩哦，条路冇好车，唔怕，天天嚟食哦，唔过人算机哦，冇关系啊。爸妈，我不会结个前头条路啦，唔通唔是小眼哦。今日老人強下失望，my dear friend，and 強下加油。係啦，今日上面去條路一群呢，根本伊有得跳。等下，告知冇事哦。我什麼啊？唔表示，原一片啊。条路一次聽，不可以喜歡，真叫較好。要不你上個飛到我一條路勁少，都要開始，大家都做點關係呢。撤回结果，撤回结果，撤回官场，撤回官场，还我工作，还我工作，出面解决，出面解决。刚才谈判的结果会优先偿还欠大家的薪水，我们成功了，成功，成功！爸爸让我迪士尼，爸爸不错，小心轻拐。他恐怕没有办法等到你请到人就会过劳死。难道非得要死人了，你才会醒悟吗？哎，小心！做乜嘅唔扭牙不數啊？应该没关系。加油！下集講嘢，就像玻璃蟲。我做那個前度衝落天網，按你用英語用一前嘅條路係。唔跳乜嘅睇戲啊？冇啦，大做花仲可以嚟啊？我根本冇愛出門啦。咁唔發到暗這樣做乜嘅啊？因為我想到一個可能做得 make money 嘅辦法。乜嘅辦法？條擺啲百貨公司上班嘅時間，大家做個愛上到當家，當像蔡依林。咩當像林依晨啊？愛超秀也應該係愛記啲。乜嘅啦？送嚟做乜嘅？網紅有聽過冇？
也还有众多网红注目我暗奖呢。迄个我有机会变网红，就有机会破广告、破天涯。今年单个时间有几下张 model 来卖化妆品啊，几时我出手，我做的做 model， 做艺人。那你要加绿豆吗？我就顶，洗脑的，让共同啊！夏玲啊，拜托较分享地位好无啊？我们迄上东九张上到的呢，迄么係唔知上個咩小姐條路本挨啊？但咪講原本唔嘅面試機會係你上個小姐哦，挨住一下就蠻見光嘅呢。唔係老幾小姐本挨係。我從邊張地你上個案叫董某漢，董辛苦呢，一件事情讓你這樣講啦。好，你家出去啦，我根本有會真無限，我底下吼一口直播，我冇希望見到有影。我啲牙見到開直播，唔好亂去好冇啊！我係冇亂去，也係我變做網紅嘅 first step。反正啊，我為了見到這裡吼，你家出去啦。乜嘅啊？喂，你上個？全部幸福上流係。係啊，我老孟伯伯等人上了啊。那記仲唔記得啦？我唔記得咧，全部我冇講乜嘅奇怪話冇啊。記錯。唔過從邊看唔看呢，我有啲好笑誒。公眾係咪有發生乜嘅事啊？冇事啊。明明去舞獅，要不然我一條路，他我安排面試，我都冇關心。你講條路有乜嘅冇歡喜嘅？你再老眼講啊！真嘅冇事情啊。從伊請老客戶應做些啲多久誒？你們應冇用喺朋友公司面試冇？會啦，我一下準備出去。加油！我相信聽說冇問題。好啊，咁我先落去，唔要更加準備上班咧。拜拜。拜拜。咁阿等下過去關心一下，我啲家母家情況冇乜好，我要先帶爸爸過去。唔怕啦，我去家出。好，先安尼哈。乜就打電話，乜該拍爆啊？李總啦，打來講阿成嘅事情，唔記得阿成冇？唔係啲啊，就小遠夾拉啊，阿成呢啊？李總講阿成錯本已過身呢。哎呦，佢有咩啱面哦？上禮拜哪樣看到幾天呢？唐講喺做夜班，揢茶嘅轉來，啲部面前停好茶，研究網嘅。醫生講喺腦溢血，就喺病腦啦。按後生誒，哎呦，平常時看伊個身體好好誒。用誒，發生乜嘅事啊？李總打電話嚟講，阿成係走嚟吧？阿成誒？阿成哥？係啊，你後生嘅哦，佢有條路啊走，冇條路啊走啦。上禮拜眼看到幾天呢？佢出查甫，我就問佢咁樣係啱嘅。佢講哦，喺公司哦，搶完就唔補啊。佢連續已經4點鐘哦，冇歇困呢。據說阿成哥喺公司冇幫佢排班歇困哦。我咩唔清楚啊？我上擺讀到佢啊，我都問佢，佢講佢要趕去上班啊，冇到滿啊。我你講我就想到誒，有一擺我讀到收銀。佢老愛講，阿成規禮拜就啲喺上班，做無了，忝誒，就用上班時間湊去下都冇法。行較慘誒係，唐講都冇加班費呢。唐起來，一間保險公司，違法勞基法咧。
无听错阿成讲，迄潮股老张要股神，遐件事情，听说要向保全公司负责。讲到很简单，哪会负责啊？李总讲保全公司联络考虑下做无？阿成做的根本无证据做得证明，迄保全公司嘅唔错啊。乔木卡经济本来就唔好，眼看含迄交老秀银天总钱，和阿成的休息较重要啦。医生，有人来啊？可能迄啲上小姐去站面试啊。按量啥吼？甲条前面连下的吼，咱会天数啦。公用的，要几十年的连下的啊，系无？啊，大天发。真咧财哥，佢收银哦，有啥是这老公司的，佢啲啊赖有走的，我按财哥咯。英泰哥，你是不是跟我们一样，都在想念宜晨姐啊？我想念王一晨？怎么可能？今天是宜晨辞职的第一天，办公室少了他哦，觉得好安静，怪怪的哈。我只有想到的是，幸好今天没什么事，要不然少一个人了，那多麻烦。没想到英泰哥这么理智哦。那你为什么刚刚一直在偷看宜晨姐的桌子啊？那是因为我难得看到隔壁的桌面那么干净嘛，你都没有注意到吗？之前他的桌面就像一座垃圾山一样哎，现在难得隔壁那么清爽了，我做事的效率也就跟着提高了。喂，何英泰，你啲冇行係？是，我的确太忙。拍摄唔冇行捱大天花板。我今天想约你出来，因为有一件事可能是有楼梯没听数。好啊，我也刚忙完，那我们要怎么约？你放心吧，是健康的无糖果汁。谢谢。今天很谢谢你愿意出来。所以你已经开始找工作了？朋友小嘅一個新嘅條路，可能根本嘅唔會過去行。那就好。本来我在担心你会找不到工作呢。冇想到你竟然咩會受捱。所以你今天找我什么事？哦，事情啱呢，我有嘅零售按照收銀阿姨。事情嘅經過就是咁呢。我家下本來想喺請收銀阿姨了解一下情況，唔過佢冇得覆卡。一下咧，照我爺嘅講法，
阿成哥都有可能係被潮高樓高神呢。我家上面查一下發現啊，阿成哥做嘅間保全公司風評洞察呢，好多保全員啲命律控公公司唔本記得排假歇困，清高分呢。你刚刚说那个阿星哥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邓财星，财富的财，天上星星的星。邓彩星，我好像在哪听过这个名字。唔過，因為我離開樓梯面呢，我知道秀英阿姨她需要人家幫忙，我希望你給做點探索好。等一下，我真的确定我在哪听过这个名字，可以麻烦你帮我跟邓妈妈约一下吗？我有些话想问她。好。这里3楼就秀英阿姨住的地方，只是不知道现在在不在家哎。秀英阿姨，係我啦，我係醫生。来，俺是谁哦？你就喊了看哪先？秀英阿姨。何先生喺樓梯面上班，樓梯面係專門替勞工爭取權益。我同我又去講阿成哥嘅情形，我想阿成哥聽說喺潮高樓將會變老，有想過愛來保全公司爭取補償嗎？让我进去！小姐，为什么将我的案子推来推去？为什么一直让上司压榨我们？先生。你知道劳检处在哪一层吗？我要去找他们理论。我去找他们理论。你干嘛？我去找他们理论。干什么？我去找他们理论。不要抓我！不要抓我！放开我！海苔。邓妈，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。关于邓财星他上班工作情况，秀英阿姨，你冇唔知嘅，全部做老佢講，我相信佢聽出為老人聽數，推集公托嘅。我妹唔知的，事情又會變亂呢，一條命就係你冇睇了。佢就可以去上班，天天拿。因為你的公司係咪有對面嘅阿成哦？沒想到阿星哥過世之前，已經連續好幾個月沒有辦法好好休息。人又不是鐵打的，這樣工作下來，誰都會受不了啊！不管怎麼樣。我们一定要帮阿星哥争取赔偿，金额多少是任何一回事，可是至少要帮秀英阿姨讨回一个公道，不然她一个人生活怎么办？怎么了？你知道吗？我见过邓财星。啊？是我害死他的。保全一直係潮高樓前3名嘅行業，從公司日夜輪班制，全係變老嘅嘅高危險區。就之前職責身強、基本案件同高嘅比例來講，保全業甚至係潮高樓嘅頭名。既然邓財星的媽媽願意投訴成案，那我們現在的目標就是先收集他超時工作的證據，拿到職災證明，
向劳保局申请职灾补助，至少先把这笔钱请下来，赶快补贴一下邓妈妈。接下来跟保全公司的周旋，就再从长计议了。那这个案子医生姐也要参与吗？我知道我已经辞职了，老天蒙的案子跟我也没有关系。不过阿成哥喺我嘅零沙，我做的敬情条路，敬天数一就安尼嘛。我妹操身體解麻煩呢。同意後啊，草毛。迄講也不下任何意見，當然贊成啦。只不過案主也屬實沒。郑爷，这件案子可以交给我来办吗？因为我跟邓才兴有过一面之缘，之前我在当老检员的时候，他曾经有来投诉过。虽然只有擦身而过，但我没有想到再次见面的时候，竟然是看着他的遗照。如果当时我能够再多做一点，不要受限地区把他案子转接出去的话，应该就不会这样了。如果我能够再积极一点，他就不会死了。你可以主动，我很开心。但是别忘了，替别人解决问题，不要感情用事。郑爷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很冷静，我只想替他讨个公道。发生事情以后，保全公司就冇人来我卡看见，没冇打电话来。想长地，阿成根本就冇买朋友，也结之後咧，全世界就一場超越那樣嘅做阿妹嘅在一起。孫阿姨，唔好咁叫啦，叫我唔好咧。哎呀，我一想起来，我就欠俺去噶。我听错，阿成，你说系我会死嘅你对吗？唔好暗凶啦。邓妈妈，你不要这样想，这不能怪你的。我讲嘅係真面嘅，阿成亲密嘅佢見嘅咧，其實老外講，佢哋跳哪一通？上班懂橋喲，我冇想太多，我就擼隔壁，幫佢帶飯包家菜。我係老佢講，一條路唔好前，你就將就一下，原來一下就過了。冇想到。就連你舅舅都冇命咧！啊！以前都是隔壁嘅呢，連隔壁就冇事做。哥哥啦，冇事冇事。邓妈妈，邓妈妈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们找回公道的。请你理解，我们在做的是要保护你，还有你其他同事。人与人之间呢，一定要先建立好感，才能继续的往下谈。按上网做事，结果上某样，按你干唔得？念哪所学校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实力。你想讲唔但讲朋友听，他是我看过最努力、最优秀的人哎。早心跳我背，你跳啦，根本應愛去，
爱为做事，安做 everybody，爱靠。